歡迎嚟到枕邊閱讀。喺我哋行色匆匆嘅日常生活入面，大家有冇試過問自己一個問題？點解有啲人明明頭腦靈活、滿身才華，偏偏四處碰冤，一世命途蹊蹺；反而有啲睇落普普通通嘅人，卻總可以喺緊要關頭化險為夷。就算身處錯綜複雜嘅人情圈子，都能夠從容應付，非彈自如。我哋由細到大接受嘅教導，一直都教我哋要做個好人，守得住誠信同德行。但當我哋真正踏足社會之後，先發現現實滿載住唔公道虛假，仲有數之不盡嘅爾虞我詐。有陣時甚至會發覺，你心地越善良，就越容易俾人欺壓渣打。究竟世間有冇一部絕世典籍，可以徹底揭開人與人之間嘅真面目，教我哋喺呢個複雜甚至略顯冷漠嘅世道入面，既能穩妥保護自己，亦都懂出屬於自己嘅強者道路？答案當然係肯定嘅。今日我就同大家一氣呵成，拆解呢部流傳千古、極具神秘感，仲被歷代君主私下珍藏、唔輕易外露嘅絕世秘典《素書》。大家或許聽過《孫子兵法》，亦都聽聞過《鬼谷子》，但喺古代智者眼中，《素書》嘅地位絕對唔輸俾呢兩部經典。雖然學界一直存在爭論，考究呢本著作究竟係黃石公親筆撰寫，抑或是後人假借名義編著，但不容否認嘅係，書中暗藏嘅人性規律，同張良一輩子嘅際遇經歷高度契合。全書淨係得6章，總共1300幾個字。坊間一直流傳一段震撼評價：心性正直之人縱然可以修身得道，胸懷大志之人參悟能夠成就光雄；倘若心術不正之人徹底參透其中奧秘，甚至有機會動搖國家政權。呢一點亦都勾起大家嘅好奇。區區篇幅短小嘅古籍，點解能夠具備如此強大嘅影響力？想要解開呢個疑惑，我哋不妨回溯西漢立國初年，睇一代絕世謀臣留侯張良，究竟經歷咗點樣脫胎換骨嘅人生轉變？根據司馬遷《史記》記載，年輕時候嘅張良，並唔係深謀遠慮、舉止從容嘅智者，反而係怒火中燒、性情急躁嘅復國義士。當年為咗報亡國之仇，佢耗盡全部家財，聘請壯士去到博浪沙伏擊秦始皇。可惜最後行動失敗，只可以四處逃難避過。正當張良處於最失意倜儻嘅階段，佢行至下邳橋上，亦都喺呢個地方邂逅咗一位行事奇特嘅長者。呢位就係黃石公老人家，當住張良眼前，特意將腳上嘅鞋丟落球底，跟住大聲喝令張良過嚟幫我將對鞋掀翻上嚟。當時張良年少氣盛，心頭怒火熊熊燃燒，第一時間諗住出手還擊。但顧及對方年紀老落，佢最終強行壓低心裏邊嘅怒氣，落橋撈回鞋裏，仲跟躬跪地幫老人家穿鞋。長者見狀笑住離開，相隔數日再度對張良作出考驗，最後將呢部素書贈予咗佢。大眾向嚟都讚啲張良跟虛有禮，敬重長輩。但大家有冇深思過，黃石公呢場近乎刁難嘅考驗，實質上係一場殘酷嘅人性心性考核。黃石公並非揀選孝順晚輩，佢真正目的係挑選能夠肩負重大使命嘅蓋世英才。一名資深謀士必須擁有超強嘅忍耐力、同情訟掌控能力。如果張良連無理嘅刁難都無法包容情緒，輕易就被外界挑動，咁就算他日踏足戰場，亦都只會係有勇無謀嘅莽夫，遲早會落得失敗收場。橋上敬女背後嘅真相，就係黃石公以最簡單嘅方式完成一場針對張良心性嘅極限測試。順利通過考核嘅張良，得到素書之後，閉門苦心研讀，整個人恍然一新，從憑一時血氣之勇行事嘅義士，係變成料事如神、輔助劉邦一統天下嘅帝王師。一部扭轉張良一生嘅典籍，開篇第一篇《原始章第一》，就為所有想要看透人性嘅普通人帶來一場刷新固有認知嘅思想衝擊。黃石公喺第1章入面講述咗儒家5大核心理念：道德、仁義禮。細個聽住講解呢幾個字眼，多數人只會當成沉悶嘅道理講解，但換上呢部絕世典籍嘅角度去領悟，就會睇清一個震撼真相。喺素書當中，德義禮智信從來唔係空泛嘅道德準則，而是人類為咗安穩生存減少、互相殘殺，慢慢形成嘅人情往來利益規律。黃石公覺得道德唔會無緣無故憑空出現，佢係維繫人類社會運轉嘅根本準則。人與人之間講求誠信情義，究其根本，只因為呢種相處模式最穩妥，
付出嘅代價亦都最低。一旦背棄誠信，就會終日活在戒備猜忌之中，捨棄人善情義，只會走入無完無了嘅紛爭糾葛。第一章以冷靜客觀嘅思維，將世人眼中神聖高尚嘅道德情義，還原成為解讀人情世故嘅內在邏輯，同時亦都解答咗日常生活裏面好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嘅煩惱。點解你真心待人毫無保留，付出到頭來反而容易換來背叛，甚至惹來埋怨？點知以利益平衡嘅客觀規律點破咗好心，反而招怨恨嘅隱藏緣由。當你唔講原則，一味對旁人好，對方內心嘅平衡就會被徹底打亂，心底生出揮之不去嘅虧欠感同心理負擔。為咗擺脫呢份人情束縛，人嘅私心本性就會驅使自己挑剔對方不足，甚至透過埋怨背叛，為自身唔知恩圖報嘅行為揾藉口。黃石公喺第一章就提醒張良，真正嘅強者永遠唔會盲目討好，冇底線付出，反而懂得守住平等互換嘅相處界線。參透呢個道理之後，就唔會輕易被虛假情專束繩，亦都能夠築起屬於自己嘅人情保護屏障。不過外界世事多變，充滿各式各樣難以預料嘅變化，我哋又該如何牢牢把控自身心神？黃石公喺第二章求己章第二，記低咗常人難以做到嘅修心定門，亦都係張良突破自身局限，掌握人生主導權嘅關鍵所在。接下來第二章，我哋一齊揭開強者穩定心神、擺脫情緒觸發嘅處世智慧。當我哋睇清人情冷暖嘅真面目，建立好自我保護嘅防線之後，接踵而嚟嘅難題就係如何調醒自身情緒紛亂嘅世態之中，重新揾返掌控自我嘅力量。黃石公喺求己章第二，用精簡淺白嘅文字講透強者把控心性嘅終極地門。平時生活裏面，當遭遇挫敗、不公待遇嘅時候，人類最直覺、最常見嘅反應，往往就係滿口埋怨，埋怨上司、埋怨伴侶、埋怨周遭環境，甚至埋怨自己嘅出身家庭。我哋總係覺得自身過得不如意，全部都係外界因素造成。但喺蘇書嘅處世觀裏面，習慣埋怨就代表弱者主動放棄咗人生掌控權。黃石公講過，強者同弱者之間嘅分界線就虛於兩個字：求己。求己顧名思義就係凡事從自身揾解決方法，唔好向外邊求助，亦都唔好一味埋怨周遭一切。當張良身處下皮橋，面對黃石公無理嘅挑釁同為難之時，如果佢順從心底怒火，不兼反抗，最終只會淪為情緒嘅犧牲品。但張良做出咗常人極難豁達嘅決定，壓抑住滿腔怒火，平復心情，落橋撈鞋，仲跪地為長者穿鞋。就係呢一瞬間，張良扭轉原本被動嘅局勢，將旁人嘅故意刁難變成磨練自身心性嘅機會。張良用親身經歷證明，真正嘅強者並非唔會動怒，而是可以將怒氣轉化成搏向前方嘅動力。求己唔單止係調整心態嘅自保方式，更加係一門深奧嘅情緒把控學問。待人接物之際，如果習慣凡事向外求取，就會過度在意旁人眼光、外界嘅讚賞同認可，亦即意味住你自願將情緒主導權交到他人手上。旁人一句冷言冷語，足以令你整日都鬱不寡歡；旁人幾句誇獎，又會令你得意忘形呢？亦都係現代社會好多人出現心靈消耗、心煩躁動嘅源頭。而蘇書教導我哋要建立獨立穩固嘅自我判斷標準，無論外界風浪幾大，心底都有屬於自己嘅準則，清楚自身定位，明白前行方向。做到呢一點，就唔會輕易被閒言碎語干擾本心。呢份內心嘅定力，面對日常隨處可見嘅情緒，籠持精神操控之時，先顯得彌足珍貴。大家有冇發覺，身邊仲有部分人，關於用道德、情義、責任去踐踏他人，佢哋會擺出委屈受損嘅模樣講：我咁做全部都係為你着想，倘若你唔聽勸告，就代表你不孝順、冇情義、冷漠自私。呢類道德滾詞，本質上係一種隱藏嘅傷害，利用對方內心嘅內疚感，從而達到操控他人，讓旁人順從自己嘅目的。面對呢種無形嘅壓迫，黃石公喺書中留下沉穩應對之法：以靜制動，堅守本心，唔輕易動搖。典籍教導我哋遭遇情緒僵持嘅時候，首要唔好急於反局辯辯解自身清白，更加唔好動怒爭嘈，保持沉穩唔出聲先係上策。爭論同自我辯解，實際上同將情緒主動權拱手相讓。一旦你動氣為自己辯護，
就已經動入對方布下嘅心理圈套。真正心智堅強嘅人，面對道德光池之際，就好似深海之中嘅巨石，任由海浪不停衝擊，自身始終紋風不動，冷靜睇住對方百般表態，唔接對方嘅情緒招數，唔心生內疚，亦都唔動怒火。當內心足夠堅定，凡事依靠自身，唔依賴旁人，對方所有情緒手段都只會徒勞無功。呢就係廣大自控力帶俾我哋十足嘅安心感。掌握情緒把控技巧，就等同握緊人生主導權。不過單單懂得調整，心性遠遠不足。現實社會充滿爾虞我詐、各式各樣嘅誘惑同圈套，每日都要同形形色色嘅人打交道。黃石公喺第3章《本德中道章》第3進一步揭開人性陰暗嘅一面。書中講到，世間最具威脅嘅，從唔係擺明嘅競爭對手，反而係匿埋身邊，憑借過度熱情動聽言語掩飾真實心思嘅暗藏危機。典籍詳細講述3種反常嘅熱情表現，背後都隱藏住深不可測嘅圈套。品性單純嘅人一旦睇不透內裏玄機，插錯一步就有可能難以翻身。究竟邊3種過度熱情需要時刻戒備？第3章就同大家拆解人性之中避開狂幻嘅隱藏規矩。平時日常生活，大家都會察覺一個現象，真正令自己深受傷害嘅人，往往唔係一早防備嘅敵人，反而是平日笑口滿面、待人熱情嘅身邊人。黃石公喺《本德中道章》第3，平直通透嘅睇人眼光，幫我哋撕開呢層友善外表。佢提醒張良，真正嘅危險往往都包裹住熱情關懷嘅外衣。一旦有人突然對自己格外熱情，千祈唔好覺得係自身運氣向好，呢份熱情背後隨時藏住足以摧毀自己嘅心魂。按照素書嘅思維，有3種過度熱情，必須時刻提高戒備。第一種就係無緣無故巴結討好。如果平時關係疏離或者職位能力比自己高嘅人突然對自己體貼萬分，甚至擺出討好嘅態度，務必提高12分警覺。俗語有云，無事獻殷勤，必定有企圖。呢類粉常嘅巴結奉承，背後多數係想利用旁人處理一啲風險偏高、自身唔方便出面嘅麻煩事務。佢哋以空泛嘅讚美作為引誘，誘使他人動搖本心，最後令旁人成為貝克拉比嘅人。第2種過度熱情就係透過結黨講人壞話，拉近彼此關係，討好自己。呢類人一見面就表現得惺惺相惜，仲會主動分享所謂嘅內部消息，一齊議論同事上司嘅是非長短，以圖透過建立共同嘅針對對象，快速拉近彼此距離，讓你將佢當成知心自己人。但翻閱歷史就能發現，呢類人向嚟容易背叛他人。今日佢可以喺你面前講其他人是非，他日亦都會以同樣方式喺外人面前出賣。你呢種靠是非堆砌嘅情誼，只係暫時嘅利益夥伴。一旦雙方好處受損，第一時間就會將對方推落險境。第3種最難察覺，亦都最難防範嘅過度熱情，就係以犧牲自身作藉口討好他人。大家有冇接觸過呢類人？經常將呢番說話掛在嘴邊，我為咗你捨棄好多機會，我所做嘅一切都係為你設想，就算自己受盡委屈，亦都冇所謂。表面上全心全意為旁人付出，實際上就係暗中進行道德空詞，透過自我犧牲營造出人情債，令對方心底充滿內疚感。一旦內疚心態形成，不知不覺間就會失去自主選擇權，沦為任人擺布嘅地步。呢種利用愧疚心拿捏他人嘅相處方式，比明目張膽嘅惡行更加可怕。以關懷犧牲作為手段，令受害者就算想反抗，都會覺得自身離界。面對呢3種人性暗藏嘅陷阱，黃石公喺篇章之中急出應對之策，恪守本心道義，理性旁觀世態。所謂道與德，就係遵循世間客觀規律。遭遇反常熱情嘅時候，唔好被一時感動沖昏頭腦，理性分析對方行事背後嘅真實目的盤算，佢能夠從中獲取咩好處。學會以冷靜通透嘅眼光看待人情往來，心底嘅內疚感同虛榮心就會瞬間消散。保持適當距離，睇清旁人所作所為，就可以有效避開人性圈套。看懂虛假熱情背後嘅代價，就已經具備高水準嘅處世智慧。不過行走社會，除咗防備心懷不軌嘅小人，更加要懂得結交真心可靠嘅同伴。茫茫人海之中，如何快速分辨邊啲係值得信賴嘅貴人，邊啲係隨時會背叛自己嘅忌善之人？黃石公喺第4章《立身章》第4
總結出一套精準快捷嘅睇人方法同自我保護準則。第4章就一齊學習辨人技巧，令自己喺人生路途站穩腳跟。想要喺善惡交錯嘅社會立足，單單防備小人遠遠不足夠，既要睇清外界暗藏嘅圈套，亦都要找準自身定位。呢就係立身章第4講述嘅立身處世根基。立身代表一個人喺社會安身立命嘅根本憑藉，身邊不乏天資出眾、處事能力出眾嘅人，工作上面可以獨立扛下重擔，亦都曾經立下赫赫功勞。但奇怪嘅係，呢類有才之士，往往喺中年階段遭遇重大挫敗，甚至落到身邊人紛紛離棄嘅下場。史記記載無數英雄人物嘅悲劇結局，其中最令人悋惜嘅就係用兵天才韓信。韓信軍事謀略超凡，協助劉邦奪取天下，最後卻慘死宮中密室。佢之所以落得悲慘下場，根本原因就係犯下立身章提及嘅嚴重問題，恃才傲物，時常炫耀自身功績。素書明確講到，一個人想要穩步前行、長久發展，必須堅守3個原則：唔恃功、唔炫耀、唔炫耀自己。唔恃功，唔好仗住自身功勞、地位同才華欺壓他人；唔炫耀，唔刻意展示自身聰明才智同富足生活；唔誇耀，唔過度吹捧自己，唔將所有功績獨攬一身。個人能力越出眾，就越容易惹嚟旁人妒忌。倘若唔懂得收起自身妒氣，一身才華反而會成為旁人攻擊自己嘅目標。與之相反，真正嘅智者向嚟懂得深藏不露，個人實力堅固無瑕，待人處事卻始終保持低調姿態。呢份低調並非懦弱退縮，而是高級嘅自我保護方式，令心懷歹念之人冇藉口針對自己。懂得收省鋒芒之餘，亦都要掌握實用嘅辨人本事。孤身一人難以趟得透社會，必然需要結識合作夥伴同知心朋友。如何最短時間之內看透一個人真實品性，典籍喺立身章歸納出一套速成睇人技巧。黃石公認為，判斷一個人是否值得深交，無需長年累月相處，只需觀察佢3種關鍵時刻嘅自然表現。第一，睇對方面對弱勢群體嘅態度。如果一個人在上級面前唯唯諾諾，面對服務人員、清潔工或者下屬嘅時候，卻態度蠻橫、肆意呵斥，呢個人嘅品性必定不足。今日佢輕視弱勢者，他日一旦身居高位，同樣會無情對待身邊舊人。第二，睇旁人面對利益誘惑嘅豁達。世間來往皆為名利奔走，金錢利益最能考驗一個人真實本心。可以細心觀察，面對利益劃分、財物損失嘅時候，對方會唔會因為細小利益斤斤計較，撇清自身責任，甚至違背承諾、損人利己，小利益面前都無法守住本心。遭遇重大考驗之時，必然會毫不猶豫出賣身邊人。第三，睇對方遭遇危機壓力嘅應對方式。事事順利嘅時候，人人都可以扮出溫和大度嘅樣貌，唯有突發危難、工作失誤、承受龐大壓力之際，先會睇清一個人真正心性。遇事之時，能夠冷靜處理問題，主動承擔過錯，抑或是立馬慌亂發脾氣，將責任推俾他人。困境之中流露嘅神情舉止，先係最真實嘅本性憑藉。呢套辨人方法可以快速梳理身邊交際圈子，將利益當前、動搖本心、輕視弱勢群體、出事就推卸責任嘅人，默默劃出核心交友範圍，維持禮貌疏遠嘅距離呢，並非冷酷無情，而是珍惜自身精力、保護自己嘅最佳方式。掌握立身準則同辨人技巧，就可以喺社會穩穩立足。不過踏入關係，更加錯綜複雜嘅群體環境，譬如公司機關單位，面對潛在嘅權力規矩同職場精神諷刺，又該如何妥善自處？黃石公喺第5章要道章第5揭開複雜團體之中安身突圍嘅核心地門。下一節就一齊探討普通人如何應對職場規則，從容擺脫困境。熟飲立身道理同辨人技巧之後，接下嚟就要面對最為繁雜嘅生存環境。公司機構、大型團體組織，好多打工之人都會深有體，會踏實做事嘅老實人，往往容易陷入仙家處境。每日早起晚睡，盡心盡力做嘢，升官加人工永遠輪唔到自己。一旦公司需要裁員，追究過錯，自己卻經常成為頂罪背黑笠嘅人。出現呢種情況，大多數原因在於只顧埋頭執行工作，完全摸唔透團體內部嘅潛在規律。黃石公喺要道章第5以通透嘅眼界講解普通人喺複雜團體之中自保突圍嘅核心思路，
從篇章底層邏輯嚟睇，任何畸異組織本質上都係各方利益拉扯嘅集合體。日常務務會議當中決定個人地位高低嘅，從唔係處理咗多少零碎雜務，而是自身對於團體部門嘅不可替代價值。唔少老實人單純以為凡事任勞任怨，不分粗細都樂意接受，上司就會心懷感激，認可自身付出。但典籍話俾我哋知，呢種想法只係自我陶醉，一味退讓順從，只會令團體覺得個人使用成本偏低，隨時都能夠揾其他人替代。真正嘅明智之人會打造屬於自己嘅核心競爭優勢，專心負責關鍵技術、核心教務工作，絕唔隨意接手超出自身職責範圍嘅勞碎事務。憑藉實力體現個人價值，同時劃清工作界線，令團體尊重自身存在。看懂職場規則之後，面對常見嘅職場打擊、精神施壓，亦都能夠從容化解。不少上司一邊安排超負荷工作任務，一邊不停打擊下屬，自信心出現貶低員工能力。呢類做法利用資訊差同人心恐慌，壓低薪酬待遇，逼員工冇條件付出勞動。面對呢種無形嘅束縛，書中急出解決思路：唔好將心靈寄託喺任何團體身上。個人喺職場嘅安全感唔應該取決於公司是否留低自己，而在於自身實力足夠，隨時可以離開現有崗位，去到其他地方重新發展立足。凡事依靠自身，唔依附團體，任何職場精神拱馳都無法影響自己本心。除咗自我保護，團體之中最難處理嘅就係相處應對上級，甚至有說性格固執、權勢更高嘅管理者。史記記載眾多有說事例，其中最深奧嘅道理就係勸說之道，說服他人，重點在於看透對方心底隱藏嘅顧慮。黃石公亦都講到，斷說身居高位之人，從唔需要爭論是非對錯，更加唔可以用大道理壓迫旁人接受。身居上位者自我防備深重，自尊心極強，如係指出對方過錯，對方如會執住己見不肯退讓。典籍總結出相處柔術嘅技巧，順應對方心意，從利益角度引導判斷的，先體諒雙急面臨嘅壓力同難處，唔好只顧自身想法提出建議，換位站在對方立場衡量利弊得失，分析新方案能夠帶嚟嘅毫無好處，以及可以避開嘅潛在果患，將個人提議轉換成契合上級切身利益嘅思路，因素就會變得順理成章。呢種處事方式並非巴結奉承，而是洞悉人性之後，靈活借力達成目標嘅高明智慧，借助團體資源實現個人抱負，同時幫助上級解決難題，實現雙方共贏。當一個人適應團體規律，穩固自身地位，甚至攀上權勢同事業頂峰之時，往往會迎嚟人生最容易遭遇挫敗嘅階段。人心天生存有貪念，手握權力、財富、名聲之後，總會想要攫取更多，長久守住眼前榮華。但歷史萬物皆有定數，從唔會縱容執著名利地位之人。黃石公喺最後一章《王安章》第6深遠嘅大局眼界，講述整本典籍最為核心、最考驗人心嘅處世準則。功成名就，適時抽身；風光鼎盛之時，歸挖後路。所謂黎安如意，動盪局勢之中守住安穩，比如世事瞬息萬變之際，保存自身安危。喺蘇書嘅世界觀裏面，世間萬物都逃唔開盛極必須嘅定律。四季輪轉，花開花落，所有榮耀權勢都有屬於自己嘅興衰周期。真正擁有大局眼光嘅人，唔會抗拒自然規律，反而順應局勢變化，潮流轉向之前，及時抽身離場。好多人一輩子執住追求勝利，但典籍話我哋知，一時得意只係人生上半場，懂得適時退讓，先決定最終嘅成敗。結局史記以沉重又引人深思嘅筆觸記錄西漢開國3位功臣之中，兩段截然不同嘅人生下場，分別係淮陰侯韓信同埋劉侯張良。韓信用兵天賦卓絕，憑借個人謀略協助劉邦平定天下，軍事能力達到頂峰。王朝建立天下太平之後，韓信卻未能看清局勢轉變依舊，捨不得手中兵權，吞戀諸侯爵位。就算劉邦對自己心生懷疑，收回兵權，仍然逗留京城，伺機而動韓信。未能明白和平年代強大嘅軍事影響力已經成為新政權最大嘅威脅。雖然作戰頭腦靈活，卻欠缺宏觀大局眼界，最終慘死皇宮，家族亦都牽連受難，落得甘涼結局。而鐵底參透蘇書智慧嘅張良，做出咗令世人震驚嘅相反局架。
漢朝建國之後論功行賞，劉邦感念張良莫大功勞，准許佢自行挑選齊地，萬戶富庶領地作為封賞。呢份賞賜財富驚人地位尊崇，換作常人必定欣然接受，安享朝堂榮華富貴。但張良斷然拒絕呢份厚賞，佢向劉邦坦言自己原本係亡國臣民，能夠憑藉言語智謀，互助君主建立大業，已經達到尋常百姓難以企及嘅高度，內心早已心滿意足，如今只想捨棄諸侯官職，追隨先人修煉養生，從此唔再過問朝堂政事。張良嘅選擇並非軟弱退縮，而是憑藉冷靜通透嘅大局觀，睇清劉邦可以共患難難以共享榮華嘅本性。洞悉王朝建立之後，功臣難以善終嘅必然局勢，潛心修煉，本質上係張良為自己規劃嘅完美，自保退路，主動捨棄權勢，看淡榮華，向多疑嘅君主傳遞心意，自身已經無欲無求，絕對唔會威嚇皇權統治。正因如此，生性多疑殘酷嘅劉邦同魯侯，直至離世都從未為難張良，反而對佢敬重有加。張良以主動退讓嘅方式，換嚟自身同家人一世平安，呢就係黎安章傳授嘅大智慧。動盪歲月之中，全身而退嘅處世之道。縱觀歷史長河，真正嘅人生贏家，從唔係霸佔名利不肯放手之人，而是懂得適可而止，光榮離場，保存自身嘅智者。呢份見好就收嘅智慧，對於現今打拼於職場、經營家庭嘅普通人，同樣具備深遠啟示。大家都會發現，生活之中諸多煩惱與崩潰，根源往往都係執住嘅放不下，捨唔得逝去嘅感情，捨唔得不斷消耗身心嘅工作，捨唔得昔日嘅輝煌名聲。常人總係認為執住堅持先係唯一出路，但張良嘅經歷話俾我哋知，有時候適時放手，及時止損，先係內心強大嘅體現。一旦周遭環境改變，身處嘅圈子不斷拖累身心，甚至損害自身健康，坦然轉身離開，追尋全新生活方向，先係清醒通透嘅選擇。領悟蘇書六大篇章嘅精髓，就會擁有俯瞰人生嘅全新眼界，明白原始章嘅人情利益規律，掌握求幾章嘅心性調控辦法，學會本德章、立身章嘅自保同辨人技巧，看透要道章、劉安章嘅團體處世之道同抽身自保智慧，將呢份流傳2000年嘅古老智慧運用到平凡瑣碎嘅日常之中，又該如何融會貫通？面對奮雜冷漠嘅現實世態，既要守住內心純善，又要保住自身骨氣尊嚴，普通人應該如何立足前行？最後篇章就為大家總結升華，做一個心懷善意，同時懂得保護自己嘅明白人。伴隨住呢段跨越千年嘅智慧旅途，走到尾聲，好似親身跟隨張良同黃石公嘅足跡，重新審視自身人生。區區千餘字嘅訴書，從唔係教導世人算計損人、自私自利、不當手段耍心計。恰恰相反，典籍教好大家如何喺紛雜無常嘅世間，守護好心底嘅純真善良，同時活出屬於自己嘅骨氣與尊嚴。真正嘅窮者唔係行事張狂嘅惡人，而是內心堅定、有處世底線嘅善良之人。日常相處之中，冇智慧襯托嘅好心，只會顯得軟弱可欺。一味毫無底線咁待人寬厚，只會縱容旁人不停索取。職場之中唔懂得劃清界線，保護自己，自身付出只會成為他人上位嘅踏腳石。睇不透果君關懷與犧牲嘅情緒冷詞，一輩子都會被困在內疚同痛苦之中。黃石公透過典籍點破人性真實模樣，目的唔係令世人變得冷漠麻木，而是引導大家凡事反省自身，運用智慧同分寸感，守護好心中嘅溫柔善意。司馬遷曾經如此評價張良：原本以為互助君主平定天下嘅謀臣，必定身形魁梧，氣勢冷然。見到畫像先發現容貌竟如同溫婉女子一般。呢份強烈反差正係智慧精髓所在。外表溫和躬身，內心卻堅韌無比，處事冷靜，理智有分寸呢，亦都係典籍，帶俾普通人最理想嘅生存狀態。無需對外界事事針鋒相對，但內心必須時刻拎清人情利弊，辨別人心善惡，待人可以溫柔體貼，自身亦都要具備隨時守護自己嘅底氣。日後面對日常弄事糾紛、職場人情拉扯、家庭弄碎矛盾之時，願呢6部篇章嘅智慧可以成為時刻守護自己嘅無形護身符，唔會因為旁人閒言冷語動搖本心，皆因懂得凡事反求諸己；唔會因為旁人刻意巴結心生得意，皆因看透虛假熱情背後嘅算計。
亦都唔會喺複雜圈子之中白白消耗自己，皆因掌握靈活相處之道，懂得蘇風之時歸華，推路流傳千古嘅智慧，唔係只會背詩筆嘅文字，而是照亮日常前行路途嘅明燈。今日嘅內容就分享到此，多謝各位聽眾一路相伴呢段厚重溫暖嘅歷史感悟時光。倘若從故事之中解開困擾多時嘅生活疑惑，亦都體會到古人調控心性、處世立足嘅智慧。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，分享自身體會。呢個頻道嘅聲音，若然曾經陪伴溫暖過你嘅時光，不妨訂閱、點讚、轉發分享給身邊親友。此刻無論你忙於何事，不妨放鬆身心，放下所有壓力煩憂，祝願往後日子你都可以擁有平靜踏實、通透清醒嘅心境。我哋下期再會。